第20集面對冷水同拒絕，點解最反對你創業嘅往往係你最親嘅人？你有冇試過，當你好興奮想搞一啲小生意嘅時候，想改變生活嘅時候，第一時間出嚟反對你、笑你嘅，甚至係叫你現實啲嘅人，唔係外面嘅陌生人，而係你最親嘅朋友、同事，甚至乎係你嘅屋企人。今日第20集同大家傾一傾成本書最扎心嘅一章。作者當年係由 E 象限跳去 B 象限，一樣俾人潑冷水。今日我話你知，有錢人係點樣面對拒絕。當我接觸咁多想創業嘅朋友，好多人行唔到落去，唔係因為公司唔好，而係因為頂唔順身邊人嘅眼光。但係我想大家理性咁樣去睇呢個現象，最親嘅人反對你，往往唔係因為佢哋想害你，而係因為佢哋嘅恐懼。佢哋一世都留喺打工仔嘅安全區，喺佢哋嘅世界觀裏面，穩定一份工作先係最安全。但當你突然話去創業、去建立網絡、跳出舒適圈嘅時候，佢哋會覺得你太冒險，甚至乎會覺得你已經變咗啦。佢哋潑你冷水，本質上係用佢哋嘅大腦認知去保護緊一個佢哋無法理解嘅你。明白咗呢一點，你心裏面入面係唔需要有怨恨嘅。作者喺書裏面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話：如果你冇辦法處理拒絕，你就冇辦法成為一個企業家。普通人一俾人拒絕，就會覺得自己好失敗、好冇面子，然後就會自我懷疑。但係富爸爸嘅思維話俾我哋聽，拒絕只係商業世界裏面最正常不過嘅數據流。你去茶餐廳食飯，伙計問你要唔要加杯凍飲、凍奶茶，你話唔使，個伙計會唔會收埋自己喊啊？唔會噶嘛，因為佢哋知道呢一個係常規嘅選擇。優秀嘅網絡營銷公司最珍貴嘅教育就係教你點樣將你嘅面子放低。教你明白別人拒絕嘅唔係你呢一個人，而係佢哋仲未 ready 好接受呢一個嘅機會。所以我想送一句話俾大家，千祈唔好向沒有結果嘅人攞答案。如果你想學炒股，你唔會去問一個從未買過股票嘅朋友；如果你想創造財富自由，你唔會去聽一個一世都喺度打工、每個月都喺度埋怨緊佢生活嘅人嘅意見。當你行緊一條普通人睇唔明嘅路，孤獨係必然嘅。你要做嘅就係將注意力放喺目標之上，行入去嗰啲懂你、支持你，而且已經攞到結果嘅企業家圈子，用結果去回應所有嘅冷水。人脈係會洗牌嘅，朋友圈亦都會升級，呢個就係你成長嘅代價。你創業嘅路上聽過最狠嘅一句冷水係啲乜嘢？留言打出嚟，等我哋一齊拍醒佢。下一集第21集，亦係我哋全系列嘅大結局，活出你嘅精彩人生。我會幫大家做一個終極嘅總結，睇睇呢一個21世紀生意點樣可以幫你攞返你人生嘅主導權。記得點讚 follow 我，大結局見，拜拜。